Hello，今次介紹單位係坑口嘅東港城，咁就係一個東南嘅單位，成個單位裝修非常之靚。你會見到呢，業主呢就係做咗一組嘅櫥櫃啦，咁同埋呢喺呢一個嘅位置呢都做咗好似一個日式設計咁樣。咁你會望到呢，成個單位呢佈置方面呢，裝修呢都係非常之舒服噶。咁你會係睇到啦，業主咧就將嗰個洗手間咧方面咧，亦都係啦，就係有個嘅改裝啦。咁變咗咧就做咗一個趟門，亦都好慳位嘅。主人房方面咧，亦都係重新咧係成個單位係裝修過。咁其實基本上咧，呢個單位買咗之後，攞個篋入嚟就住得噶啦。咁入牆櫃嗰啲全部保養咧都係好新淨嘅。三邊落床都完全冇問題，所有嘅位置呢都係再設計過，用中晒所有嘅位嘅。你會見到成個單位呢，望落呢都係俾人嘅一個感覺好柔和、好舒適噶。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隨時聯絡我約睇。